罗斯总统普京昨晚飞去中国的天津参加峰会，这届的峰会规模嘛创历史的新高哦，计共是有23个国家元首参加。解放军说来9月初3要办大阅兵，也毋过顶礼拜五，中国的重庆大海外场煞出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哦。有学者是指出讲，习近平恐惊是要借阅兵来转移中国近来经济甲社会问题。 社军北大日到暗时，伫中国重庆大学城一大楼外壁，有人倒影真侪百个引导中国的标语，全程放送50多分钟。网友甲伊叫做是重庆勇士。等到中国警方努力去绑警，甲投影机关起来时，内底已经无人，桌顶敢若剩一张批。批顶面写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是侪甲无法度算，偌侪人家破人亡，受尽迫害，佮批评中国就是法西斯。 也那署名的日期是8月16，传出这位行动者在这段时间都已经带规个伙仔逃到海外。我相信习近平或许想透过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举行，来进行一个大内宣，然后来去转移他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。学者认为，中国想要透过阅兵来抢以前的历史话语权，制造因是中国的形象，不过内部人民实际感受这是事实。 那咱海军司令部是伫93军人节进前放送汉光41号饮食成果的影片，其中有真少出现的雄3、精挺型、反弹飞弹、蓝载型干净无人机等等的新装备，也展出无记有名大型补给军舰进入咱港口的重要物资接转的作业，凸显国军不管时徛伫上前线守护国家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